新闻台四来看，刑事局掠到一个洗钱集团，这个集团是以虚拟货币公司的名义来洗黑钱，洗钱的金额将近有3亿，利润是有5%到10%。警方继续的追查，嘛要来了解，看敢阁有其他的受害者。满桌顶拢是名牌包，上贵限量的若配货至少爱200-300万，联名限量的公仔嘛爱20万起跳，拢是洗钱集团主嫌营帮诈骗集团洗钱的不法所得买。进去的时候发现，把那个灯打开之后，整个全部都是精品包，就是看起来蛮奢华的。警方来到宜城洗钱主嫌的霸骗白种，房间规壁名牌包，刑事局南大中心日前查到虚拟货币商以公司名义演予诈骗集团洗黑钱，一档洗钱金额将近3亿。运用复杂加密技术，搭配虚拟货币钱包，将诈骗不法所得换成虚拟货币后，再转至诈骗集团电子钱包，掩护不法资金流向。诈骗集团自称是富华投信等投资平台，吸受害者装投资软体。目前统计有超过19个受害者汇款。诈骗集团则阁将这寡钱以大约5%到10%的抽成，交予洗钱集团洗钱。表面上是合法的货币的交易，那事实上也是想利用这些善意第三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规避我们。司法上面对他们进行了追诉跟查缉。警方表示，宜城主嫌下卡疑似阁有其他小型的洗钱团体，会专门清查甲主嫌合作的诈骗，也是洗钱团体，追查是毋是阁有较侪受害者。记者陈环武、寇建准高雄报道。